觉得这次如果郭先生不选的话，对国民党应该是一件很好事啦，对不对？整合起来应该比较好事。好，右手边。来这边。看到尺度那么开的时候，是马上就答应穿吗？还是心里有批评一下？不会耶，我对服装大概不太没有尺度，没有尺度的，真的。是那个尺哦，不是那个羞耻的耻。我一直没什么尺度的，因为只要我能跟得上来，我都 OK。要满足大家的喜好。对，只要有记者要来，我们都要想好久。对，希望你们就是点阅率会好，就是我们是共存共荣，不是吗？对不对？当然要啊，该贴的都有贴，你放心。对，我本来以为说，昨天晚上有一个震撼弹出来了，大概不会来了，真的。对，又一条龙飞了，又来一个凤。没有鸡哦，鸡都拿去炸掉了。刚刚讲到昨天晚上有个震撼弹，那你自己有在打电话或是传个简讯给你在联络？我那个同学基本上那一天的活动完了之后，我就没有再见到他了，因为他又赶着好像上台北什么之类，我就跟他拍了2支影片之后，然后帮高雄的观光再去消费了一下，吃了一下牛老大，吃完之后，然后见了一下新旧局长。潘腾旭跟新的局长这样子聊了一些未来就是在9月份啊，还可以做什么样的活动这样子。然后至于我觉得这次如果郭先生不选的话，对国民党应该是一件很好事啦，对不对？整合起来应该比较好事。那反而怎么会？我觉得人生就是你看，永远都抓不准啊！对啊，国民党两条龙在那边争，现在搞了2条凤，真的是 surprise。在民进党，对，就是也很妙，对不对？那边2条凤在那边的，很有趣吧？对不对？我觉得政治有时候把演艺圈的版面抢光了，也不是没道理的。对，他们版本比8点档更好看，真的。对呀，我们自己真的。偶尔就是你穿这么多干什么？我有优雅淑女路线。那我是什么？对啊，你什么意思？我没有金姐好看，没有东西了，我怕我把收视率给搞垮怎么办？所以我要盖起来，收视率会比较好。